美人关、金钱关、生死关，便可行向圣贤之路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真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伤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哦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也着快乐。赢你哦，赢你哦，毋惊失败赢你哦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伤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阿伯，啊，哦，记着，你看，恁少年慢吼，阿伯教。无啦，咱是要创啥啦？无啦，我甲志忠讲一个啊。哎，你酒醉，咱踮咧录唱唱。无啦，人因两个今仔日结婚呢，啊，今仔日因也是东坡花轿，你踮咧录我无啦？就是东坡花轿，我做阿伯的人，我毋着爱甲因讲一个好啊，我敢会晓你？好啦，莫踮咧录啊啦，我看时间无差，咱过来等啊。啊，后尾了吼，去便所那还袂转，啊，毋知找有无？已经好啊啦。哦，那是好啊，行，咱进来等。继续啊，你惊拢无你？继续，时间无走，无先来走吼。继续。好啊啦，你莫踮咧录啦。后尾啊，行啦，进来。你较大，我听你。好，行，进来等，行。姨妈，阿妹，行好。阿伯。哎呦，好啦啦。阿母啊，你好听我讲，你互我甲讲一个啦哈。那是志忠我的孙啊，两大个。好，志忠我的。阿伯。爱好啊，照顾美观，我会，美观足大。我会好啊，照顾。好，春宵一案万千好，会晓哩。阿伯袂晓，也会晓吼。若袂晓，则问恁阿爸，恁阿爸带三个无？好啊，哎呦，做事大，你讲错了。行啦，来等。行好。好啦，会晓你啦，好你啦。满里我敢若。我跟他说哦，好，再见，再见哦，爱要你啊，继续哦。今晚啦，你是你休困啦，红包我甲你算算吼，明仔载摕互你啦。志忠，你先入去房间，我有代志后要甲美管讲。无好啦。有啥物代志要甲我讲？不管，阿爸问你个，你叫志忠，是毋是为着我甲恁叔亲阿姨的感情？阿爸，你哪安尼问？不管，你是毋是为着要还冲喜，才答应叫志忠的对无？毋是啦，阿爸，我是感觉志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人，家己
顶我外科医生，我唔才会配合伊。讲就是安尼，真是的啦，你放心啦。美官，阿爸要甲你提醒哦，迄做兄妹啊吼，是甲做翁仔某无共款呢。知，阿爸，恁查某囝敢会摕家己医生的幸福浑身笑心？希望吼，我的烦恼是假的啦。妈搞超烦啦！你看，你今仔嘛无闲规工，足忝。来，我互你房间用。哦哦。我真正毋是咧迷茫，你总算是我的心灵啊！美官，真多谢你哦，多谢你从来都冇看袂起我，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正常的人。我一定要好好对待你，我要让你变作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人。我即马牵着你的手，你就是我一世人的牵手啊！我要好好照顾你，绝对袂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。我要好好疼惜你，让你过着上界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拄仔要咧想，我是毋是咧迷茫？即马你就徛伫我面头前。我搁牵着你的手，我知影我毋是咧迷茫。我感觉我即马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查甫人。美官，我嘛要让你变作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查某人。你知影，我想要嫁你无？因为我感觉你是真心真意在对待我，而且你对我遐尔友好，你就是迄个值得我倚靠一世人的迄个人。咱已经结婚了，为即摆开始，我就是你的某，咱的关系嘛比应该搁较亲密啦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无论你有啥物委屈，还是啥物心事，拢会当甲我讲，袂当冤枉我，我愿意替你分担。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一个好家后。我嘛希望你会当答应我，去做一个好翁婿。会，我会，我绝对袂辜负你的。伫你答应要嫁予我进前，我就甲咱的未来拢计划好啊。明仔载我就要去一间公司应征啊。你敢毋捌听人讲过，成家立业？我即摆已经成家，接来我要做的就是立业。我要靠我家己，好好打拼，甲这间厝好好经营起来。听你来讲，我实感觉足欢喜的，证明我无看唔到人。美官，自我看到你迄天开始，我就相信我是这个世间唯一当下你倚靠的人。
我一定要好好做互你看。有一刻就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是安怎啊？那算拢减遐济哈？敢嘛是伊摕啊？伊阁想要摕钱互迄干金妹，这种钱也够摕。陈建昌，你若要摕钱吼，你甲我摕啦，我会互你。迄是伊两个红包钱，你莫丢当。你是咧讲啥？我咧讲啥，你会毋知影？拄则我算过啊，因的红包钱吼，还阁差万外箍啦。迄是因的钱呢，你家摕出来。我有好计啊！你无摕，今仔日来咱兜的人客吼，拢伫大厅啦，有啥会来后院哈？陈建昌，我知影你一直拢想要照顾迄干金妹啦，你嘛捌甲我摕过钱，要买物件送伊啊。你讲你无摕，我哪会要相信哈？老 K， 我就真正无去啊！你莫冤枉我啊！冤枉关于我偷食鱼仔价。今仔日咱兜办喜事，我无想要甲你冤家啦。假使迄钱吼，若真正是你摕吼，你上好家己家摕出来，放在我的房间啦。你若无想要入去迄间房间，你放在厨房嘛会用的啦。你若无要替志忠甲美观设想，一定要摕钱去互迄个干金妹，我一世人都会看袂起。哇，这侪钱，嘿嘿，偷摕迄小查某的钱，我上欢喜的。来算看卖呀，看偌济哈。啊好啦，好啊啦，莫搁笑我啦，衫裤换换咧去困啦，好，别卡住，别卡住，去困啦。别卡住，你爱厝外吐啦！唉，你袂甲厝里，我今日大伯兼母舅咧，我上大。啥物咧大伯，啥物咧母舅啊？你吼袂晓啉烧酒，都唔通啉。啊，一个啉烧酒吼，社会都拖喺黑白讲，连文英的名你也甲叫出来，你敢知影俗这个面色偌歹看无？还阁有迄个阿妹啊，去人厝内面做客，啊厝前厝后，逐间房间就弄透透，还阁你一个老的，啊，就爱互我这个烦恼。哎呦，真无简单，食一顿仔喜酒，都互我食到安尼提心吊胆，怎啊吼？去困啊啦！哎，去困无听俗啦。好啦，好，你上大，我听你的。搭嘛较细腻一下。唔正惊，动咯。好啊啦，好啊，你滚。动我做呀。啊，动无你死啦，动暴！我是恁阿母呢，看较清楚咧。阿母哦。你看，我更加夸张了一半，俺捌动暴，我做样。送叫你外厝，到这关，心肝来想的还阁是文明，到去找伊啦，要怪啥？
歹势歹势，我若有烧酒醉，拢会去弄着房间里。歹势歹势。好咧，家财烧酒醉。哎，我这个钱放喺遮无安全呢，早晚一定会叫发现的啦。对哦，我若无爱互家己放假开工啊，出来好好佚佗者，将这个钱开完哦，再搁转来，就安尼决定。哦。我谈文用的结婚相片，我嘛像阮阿公真正说的，哦，缘投的靠背，有够缘投的。有影，你敢唔知影？美观结婚啊呢？你有欢喜无？是当时，咱若结婚就好啦。我嘛有通啊帮花照呀，吼。不过，你若会要早嫁先去啦，文英，你若还阁伫咧。咱一家人安尼欢欢喜喜斗阵生活，大家嘛真快乐。我嘛袂即马才有准。闭关哪遐尼晚，我还袂困哈？有一起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我早就知影，你甲志忠的感情遐尔好，你会为着顾虑志忠的感受，绝对袂当来参加婚礼。其实，就算讲你带到朋友转来，我嘛感觉会足欢喜的。至少，我当亲目睭看到你过得真幸福。阿姨，李冠，你应该叫我阿母啊。阿母，志忠嘞，已经无闲几工啊，足忝的啦，辛苦了。安尼哪会困？你半暝啊走来这间房间，你是咧想志玲少？阿母，我是在想，志玲是我的亲大爷，现在伊无倒来参加我的婚礼，
伊无转来，你真失望。美娟啊，你坐啦，阿母有话要甲你讲。美娟，你即摆已经是志中的某啊，你都无应该阁受志玲安尼。莫讲你无，我拢看会出来啦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发比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演出比上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。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发比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。